你好，先生，怎么了？请出示工牌。工牌是吧？对，不好意思啊，大哥啊，那个昨天可能闹办公室了，我去办公室给你拿过来，好吧？啊，那也不行。怎么了？因为工厂的老板规定啊，没有工牌，任何人都不让进去。任何人都不让进去，我去拿出来拿过来给你不就完了吗？那也不行，因为我们身为一帮保安啊，必须对工厂的财产、人身安全保障。不是，意思也就是我今天不带工牌，我进不去呗？是的，老板规定的，工厂有规定。不是你是不是第一天上班啊？你不认识我？我今天第一天上班，确实不认识。确实不认识。那行吧，那你等一会儿，我打个电话啊。好的。哎，你看他穿的那么光鲜亮丽，要么就是我们的大老板，要么就是我们的公司的大客户。我们是第一天来上班，要么我们工作是保不了的。你得罪了他，这样吧，我们身为一名保安，不管是第一天上班、第二天上班，因为职责所在，我们要保护公司的人身安全和财产安全。你既然这么胆小怕事，你也不配做这个保安，你回家养鸭吧。李刘。来，保安大哥，你接一下啊，你们队长电话啊。哎，王队，啊，你好，你好，啊，这个是严总是吧？我确实不认识他。行，那我让他进去吧。好的。我现在可以进去了吧？行，严总，确实不认识你，先进去吧。行啊，一会儿下班之后来我办公室一趟啊。好的。哎，老板，我过来了。过来了是吧？你这样吧，你去宿舍把你行李收拾一下吧。老板，我想问一下，我哪里做错了什么？我身为公司的保安，保的就是公司的财产和每个员工的安全，这就是我的职责。这是你的职责啊！你来公司，你连公司老板是谁你都不知道啊！你这叫尽职尽责。老板，能不能再给我一次机会？你听不明白话吗？让你去宿舍收拾东西。老板，我非常需要这份工作啊！我上有老下有小，而且像我这个年龄的工作也不好找，你能不能再给我一次机会？给你什么机会？让你收拾东西，听不明白呀？老板，你能不能把今天的工资结给我了？结什么工资啊？你看，老板，你都要开除我了，那你不结工资我怎么弄啊？不是，我什么时候说要开除你啊？那老板，你什么意思？我不明白。哼，我什么意思你不明白是吧？虽然说你是一个保安啊，但是啊，保卫公司的财产安全和人身安全啊，这一点你做得非常不错。虽然说你只是一名保安啊，但是面对强权啊，面对领导啊，你依然能够不屈不挠啊，坚守自己的工作职位啊，这一点也做得非常不错。所以说呢，我是要你升职，不是要开除你。正好呢，我们在江西那边啊有一个分厂马上要开设了啊，然后那边呢缺一个保安大队长啊，到那边去之后呢，正好任命你为保安大队长，工资呢比这边呢相对于高3500块钱啊，所以说呢，这是我看中你的人品，准备把你调到那边去，不知道你愿不愿意？严总，你看我也没有多少文凭，这个工作保安大队长，你看我能不能胜任呢？你放心，我用人从来是用人不疑，而且最主要看重的就是人品啊！你这一点非常让我欣赏，知道吧？只要我在后面支持你啊，你一定会做得很好的，这一点你毋庸置疑，好吧？行，那感谢严总给的平台，行，万愿去再接再厉，去努力。行，有你这句信心就行，知道吧？到那边去好好工作啊，有什么不明白了，及时跟我沟通就行，好吧？行，谢谢严总。行，没事，下去吧。咦，这里怎么有个包啊？我看一下。哇，这里怎么那么多钱呢？还有2部手机，还有一个文件夹。这失主要是丢的东西，是不是在这里该多着急啊？我在这里等一下吧。哎，小妹，你看你这个包是我的耶！啊，这是你的包，是我在这里等了一上午，然后有几个人都来问我这个包是他的，你怎么能证明这个包是你的呀？不是，你听我说啊，这是里面呢，我给员工装的奖金，你知道吧？这上午来了个客户，我打电话我就忘神了，我就落这儿了，知道吧？这里面的东西我肯定知道，知道吧？里面应该是有10万块钱的现金，然后呢，里面有一部手机，你自己看一下了。啊，我给你看一下。哎，真的有10万块钱。是啊，你看这还有一个手机还在这儿，是不是？啊，那是你的。你以后就是在外面的话，就是要小心啊，再不要把东西丢了是吧？行，这个确实是我马虎大意了啊。这个就你一直在这儿坐着等我还这个包啊？我在这里等了一上午。不是，你这真是好人呀！你看这个地方是吧，也没有监控，也没有人，是不是啊？你这完全可以拿着走啊！你还在这儿等我这么长时间。我真的是要好好感谢你，你这样的，现在遇到你这种拾金不昧的人真的太少了呢。别的不多说呢，这是5000块钱，你拿着吧呢。啊，我要是
想要你的钱，我是不是把钱包子提走了？我还在这里等着干嘛呀？是不是？这也确实是啊，我实在为你这种拾金不昧的精神，我要跟你点个赞。那你说是吧？我这现在，你说让我怎么感谢你呢？是不是啊？你要是这奖金丢了，是不是？这员工该有多着急啊？是不是？这个手机里面还有我的重要资料，是不是？你就是以后再出门的时候就注意点，不要再把东西丢了是吧？你就啥也不要啊？你说我怎么感谢你呢？你说不用感谢了，不用了是吧？行，那今天确实是遇见好人了啊，好吧？我公司就在这楼上，好吧？有时间呢你可以过来喝茶，好不好？好。行，确实谢谢你啊。没事，那我先走了。行，那你慢走啊。好，真是遇见好人了呀。老板，我不想干了。不是干得好好的，为什么不想干了呢？在这里业绩老是垫底，然后又挣不到什么钱。怎么会赚不到钱呢？是不是？赚钱的答案从来都是公开的，就看你会不会抄。你可以没有慧根，但一定要慧根，直接复制别人的成功经验，让自己快速落地，少走弯路，是不是？你看一下公司的那些销冠，是不是？你就可以看到结果了，明白吧？好的，我一定会好好干，下个月争取当销冠。行，我相信你，好吧，下去吧。你还是把我的微信给删了吧，我的手机一响，总以为是你。你能不能不要再给我发这种信息了？搞得我老婆都误会我了。你不就是想要订单吗？行，我给你下个10万的订单。我明天来带着我的老婆一起过去，你来当面跟她解释清楚，然后再给你一点折扣。好的，我明天在店里面等你。下一个，张哥。哎，小宁，这看见老板了咋也不打声招呼呢？现在是什么封建社会啊？我看见你我就要打招呼啊！我是来上班的，又不是来当宫女的。再说了，我看见你我还说皇帝吉祥啊！我给你喊加班费的时候，你怎么没听见呀？不是你这什么态度呀？我就这个态度，你看不惯我你就干掉我。你是来应聘的吗？是啊。那你的简历怎么只有半张啊？因为只有这样，我的简历才能放在上面呀。哦，那你认为销售最重要的是什么？思维和技巧呀。思维和技巧。行，那你如何说服我，让我把这杯水喝下去？我不能让你把这杯水喝下去，但是我能让你把这杯水吐出来。嘿，我才不相信。行。来，让我吐出来呀！你不是喝了吗？你为家乡脱贫做出什么贡献了吗？贡献？贡献好像是我离开了家乡呀。你现在一个月能挣多少钱？能月入过万吗？税后没有。税前呢？税前没有，但是睡着了应该有。我怎么感觉你每天上班像没睡醒似的啊？我要是睡醒了来上班，不就迟到了吗？不是，你要能干就干啊！你要不能干，赶紧给我滚蛋！你要是能开除就开除，不能开除你就给我忍着。行，你好好干，下去吧，下去。表哥，还你的钱。不是你什么态度啊？当初借钱的时候可不是这个态度啊！你天天打电话催，我在外面跟我闺蜜喝下午茶，你在那里打电话催，我不要面子的呀你！还你要面子啊？你知不知道你这个钱借多久啊？你自己不想着还啊？快10年了啊！我现在如果不是开分厂啊，手上缺点资金，我会给你打这个电话吗？啊，自己不自觉，你还埋怨起我来了。当初你借这个钱的时候，你也没说要我还你这个钱呢，是不是？不是你这什么逻辑啊？欠钱还钱，天经地义啊！难道我的钱都是大风刮来的？你还不要你还？我啥时候说不要你还呀？啊！你去打听，我在外面借钱的时候从来都不还的。不是我以前咋没发现你是这种性格的人啊？还从来不还的啊？你身边还有朋友吗？就你这种人？你在我家吃，在我家喝的时候，你怎么没说要那个呀？我现在你就是借了你，不就是借了你点钱吗？你在那天天要。不是这钱少吗？10万块钱，快10年的时间，我没找你要过一分利息吧？啊，你别跟我扯小时候啊，在你家吃喝啊，这人情我早就100倍的就还给你了啊，你心里没点数吗？啊，算了，表哥，你这个亲戚我也不想要了，以后我们就是桥归桥，路归路。我还跟你老死不相往来了，就你这种亲戚啊，现在钱还回来了啊，你也以后别再找我。不像话！哎，小姑娘，让一下呗，我车要出去。这是你的车呀？是我的车呀。我找的就是这个车。不是你找这个车干嘛呀？你是不是这个厂里的老板呀？厂里的老板？怎么了？你有什么事儿？我母亲王小梅在这里工作。工作怎么了？她告诉我这个车就是老板的车。就算你母亲王小梅是我工厂员工，这个车是我的。不是我问你找我干什么？我一会儿还有事儿，知道吧？哎，他就是这个车的这个厂里的老板欠我的老板母亲的工资还没给呢。
你意思是我工厂欠你母亲的工资没发？啊，是的。你不是开玩笑吗？我们工厂每个月都是按时按点的，是吧？把这个工资打到你们员工的工资卡上面，怎么可能没发工资呢？是没发呀，你们的女主管把我们母亲打了住院呢。咋又跑出女主管打你母亲了？你这小姑娘话都说不清楚，是吧？我都不知道你在讲啥着。我母亲的工资欠款，然后找女主管要钱，然后她现在说我说工资没发，然后现在就是我坐了几天的火车过来的，然后我母亲就是在医院里面，然后我现在就是来找这个老板的。你这样啊，小姑娘啊，我看你不知道是紧张也还是激动还是怎么个情况啊，说话也有点语无伦次的啊。你先平复一下心情，你也别紧张啊。你今天也得回遇见我，你像别人搭的不得愿意搭理你的。我现在耐下心来，我听你讲一讲啊。你母亲叫什么名字？我想问一下啊。王小花。王小花是吧？是那个1号线上的吗？是的。是1号线上，是1号线上，我们工厂是有一个叫王小花的，是不是50多岁了？啊。那行，我知道。等于说是3个月没跟他发工资。啊，是的。然后他来要工资，被我们工厂1号线的女主管把他打进医院了。是的。是这个意思是吧？是的。我咋有点不信呢？你这样啊，我现在也不能听你一面之词啊。这种事在我工厂亘古未有，从来没发生过，知道吧？我现在跟我们女主管打个电话，好吧？如果你所说的事儿属实啊，好吧，我一定还你一个公道，我一定会对你们负责，好吧？如果不属实啊，你该哪凉快哪凉快去，你这不完全污蔑我工厂的名声吗？是不是？喂，女主管啊，你在不在工厂？不在，出差去了啊？什么时候回来？明天是吧？你这样啊，你明天回来之后第一时间来我办公室，听明白没有啊？先这样。出差呢，主要是啊。这是你的托词，我不相信。不是托词，真出差呢，知道吧？关键是你说的这个是吧？我也有点不信。不是，那我问你啊，你母亲在哪个地方？在哪个医院啊？在你这个县3医院呀。3医院是吧？你这么着吧啊，这事儿关键我一会儿还着急事儿，你这样吧啊。我也不担心这个事儿，万一是真的，知道吧？我也怕到时候对你们有所亏欠，知道吧？你这样啊，我一会儿下午把所有的事儿我都推掉，好不好？我现在亲自啊陪着你一起，你一会儿坐我的车啊，我去3医院去看一下你母亲，看一下这个事情的全部经过到底是怎么回事。如果事情属实，你放心啊，你母亲拖欠的工资，以及你母亲的医药费，以及精神损伤费啊，好吧，以及你来回车马周顿的这些劳务费用啊，我全部一次性给你到位，行不行？如果说不属实的话啊，待会儿啊，咱们就哪说哪鸟就得了啊，我也不追究你责任，行不行？好，可以，可以是吧？那你这样呢？你上车，我现在去看一下你母亲到底怎么回事。不辞职不行吗？不行。给你升职？不行。加薪？不行。不是，你来这儿也都4、5年的时间了，是吧？工作上也一直兢兢业业、勤勤恳恳啊，给你加薪是吧？给你升职，你也不愿意。既然铁了心要离职，你告诉我究竟什么原因啊？是这样的，老板，我母亲就是生病了。母亲生病了？那现在是什么情况？就是要做一场大手术。大手术啊？是家里没人照顾还是什么情况？我家里就是我跟我母亲从小相依为命，然后没人，现在我母亲病了，我就要去去照顾她。是这样是吧？没有其他的兄弟姐妹在是吧？知道了，难怪你要辞职呢。那现在你母亲就一个人在医院那边啊？是的。我知道了啊。那你这辞职原因你要一说，我是吧能情有可原。那你现在是准备直接回去就辞职就去照顾你母亲，手上的钱还够不够啊？我就是在亲戚家借了几万块钱，然后现在还差个1、2万块钱。你打算怎么弄啊？我再去想其他办法，看一下其他的就是朋友能不能借到钱。那你感觉能不能借到啊？感觉有点困难，因为现在的那个就是人的钱就是不好借，因为他们现在也没挣到钱，他们的生活也有点困难。是这样是吧？行，大概情况我知道了。你这样呢，我这儿呢有3万块钱，这是刚才那个张总啊结我们的货款结的，正好上午给我送过来了。你把这3万块钱先临时拿着了，先去给你母亲看病，好吧？这个钱我不能收。这为什么不能收啊？你说你们来这儿是吧？来到工厂呢就是一家人，是不是？我始终是把你们当做亲兄弟姐妹一样对待，是不是？也知道深知你们从农村出来到这儿打工也都不容易，知道吧？所以说呢，这个钱呢你就不要推辞，你把钱拿好，然后回去之后呢，钱如果再不够，你到时候及时跟我说，知道吧？我这边该支援你的还是会支援你的，知不知道？
那这个钱我先收下来，要不我给你打个欠条吧。这打什么欠条啊？是不是？刚才都说了，来到这里就是一家人，家人跟家人之间还打什么欠条啊？知道吧？其实也有很多员工，有时候家里有困难，是吧？我也都是直接支援他们的，也没让他们打过欠条，知道吧？信任你们就如同是信任我的家人是一样的，知道吧？你把钱拿着，这个钱呢你也不着急还，知道吧？回头混得好，是吧？手上有你就记得还我，你要手上一直不宽裕，你也不用放在心上，我也不会主动找你要，知不知道？谢谢老板。然后你那个工作岗位呢，我会一直给你保留着，知道吧？你什么时候把母亲的病治理好了、康复了，你到时候随时回来上班，工厂的大门永远向你敞开，知不知道？谢谢老板，我母亲就是康复了之后，我就会回来好好的干。行，那没别的事儿啊，病情中途有什么进展，你到时候也及时跟我来个电话，好吧？我也放心一下，好吧？谢谢老板。行，那你去吧，我给财务打电话让他给你订机票啊。咦，怎么有个手机在响？喂，你好。喂，是你捡到我手机了吗？啊，我在这儿是捡了一部手机。啊，你现在在哪里啊？啊，我在这个人民广场这个停车场这里。啊，你在那里等着，我马上过来。啊，行，那你快点吧啊，我一会儿还有事儿啊。是不是你捡到我手机了？啊，这是你的手机是吧？啊，是的。给你吧，我就先走了。啊，不行，我手机这里怎么破了呀？我捡起来就是这样的呀。我昨天刚买的手机，怎么可能是破的呢？你怎么破的？我哪知道是不是？我捡起来就是这样的。我手机现在破了，你必须要。不是啥意思啊？等人讹上我呗。这我手机确实是昨天买的呀，现在破了，肯定是你弄的呀。意思是我不赔钱，我赌鸟，是这个意思吗？是的。来，你把手机拿给我看一下。我让你看一下手机是怎么被摔坏的，知道吧？不像话，还想讹上我。来，同志们，发奖金的，发奖金的，第一个来的有奖金啊。我是第一个来的，有奖金拿吗？有啊，但是你前提必须得回答我几个问题。如果回答正常对的情况下啊，你有3000块钱奖金；如果回答错误了，你晚上得留下来义务加班。敢不敢挑战？敢是吧？那我问你啊，一只羊它有几只眼睛？2只眼睛。有几张嘴？1张嘴。有几条腿？4条腿。为什么？为什么？我哪里知道为什么？你要想让我义务加班，你就直说，何必找一些无厘头的问题？你告诉我为什么？为什么？我来告诉你啊，喂草啊！你晚上留下来加班啊！老板，我是来面试的。好，你放这吧。来，老板，你的外卖到了呢。来，你自己看一下现在几点了啊？我现在都不想吃了，我都不饿了啊，把我饿过了，知不知道？不好意思啊，老板，你也知道现在是高峰期，知道吧？中午路上车也堵，知道吧？实在确实来晚了点，不好意思啊，我跟您道个歉啊，您收下吧。哎，你堵不堵车关我什么事啊？我告诉你，你赶紧拿走啊，否则的话我会给你差评。不是老板，你可千万不能给我差评啊，是吧？你看我一天在外面风里来雨里去的，我也挣不了什么钱。你要给我差评的话，我这一天今天就白干了。哎，我说你这个人烦不烦呢？你白干关我什么事啊？赶紧拿走！我说这位老板，你不应该这样对待这个外卖员吧？我说你是不是吃饱了撑着了啊？我怎么对他关你什么事啊？啊，你今天过来是面试的，还是过来啊跟我讲理的呀？我在没来之前呢，我是非常的看好贵公司，但是通过你对这位外卖员的这个态度，我现在是不能苟同你们公司的这个做法啊。这份工作我不要也罢。走，小哥，我们一起走。哎，小哥，你这个外卖是多少钱？我转给你来。不用钱了，你面试被通过了。什么？哦，他是我们公司的严总。你是严总啊？是的，我呢以这个外卖员的身份呢，在这儿面试啊，已经1个月的时间了啊。在这1个月的时间之内呢啊，没有一个面试者啊敢站出来替我说话的，知道吧？今天你是第一个啊，所以说呢，你被面试通过了啊。哦，原来是这样啊！是的，所以说来到咱们公司呢，在能力和人品面前，我最看重的是人品，知道吧？所以说呢，也恭喜你啊，加入我们这个大家庭，好不好？谢谢严总。没事，在这儿好好干啊。好。帅哥，你钱掉了，我钱掉了，不是帮我捡起来吗？你自己没长手没长脚吗？你自己不会捡吗？我让你捡到是看得起你啊，别给我得寸进尺，赶紧给我捡起来！凭什么帮你捡呀？啊，我是你们公司大客户，知道吗？再动我，你们有好果子吃。麻利着，赶紧给我捡。行吧，行吧。磨磨唧唧的，就这样给我呀啊！掉地上这么脏，不是帮我擦一下？行。拿过来，一点眼力劲儿没有。这不对呀啊！掉地上是1万，怎么到你手上只有5000了？怎么可能？我捡起来就给你了。给我？但是这个地方少了5000块钱，是不是被你拿走了？我看一下。你的钱不见了，我哪知道是怎么回事啊？赶紧给你家人打电话啊，把剩下的钱给我立刻送过来，知道没有？怎么会遇到你这种人呢？啊！不是你等会儿发来的，不是啥情况啊？这位帅哥怎么发这么大火呢？这个保安手脚不干净啊，从这儿路过掉地下1万块钱，被他捡起来之后就只剩下5000了。是这样，那我看一下，等于说是
你掉地下原本是1万块钱，他捡起来就只有5000，这个钱现在也只有5000，是吧？是的。那所以证明这个钱它不是你的呀，你掉的是1万，他这个钱现在只有5000，那肯定不是你的呀，是不是？来，你把这个钱拿着，把那个。老板，这个钱不是我的。我知道，你先把这个钱拿着啊。你是公司老板呐？是，我姓严，我是严鑫，怎么了？哦，可能刚刚是个误会，我掉下去了就只有5000块钱。啊，误会，这不是误会啊，是不是？你刚才说是吧？你掉下去1万，是不是？捡起来就只有5000，那足以证明这个钱肯定不是你的。然后这个地方是吧，也没有监控，也没有是吧第三方人证。我刚才在后面看得一清二楚，是吧？我就是第三方人证，我就是人证，所以说我能证明这个钱它不是你的。哎，那这个钱就算了吧。我们现在去到办公室那边把这个合同给签了。我就是来找你签合同那个李总啊。啊，你就是上海来签合同的李总啊？是啊。但是今天这个合同我跟你肯定是签不了了。为什么呀？为什么？就你这种人品，我怕跟你签个100万的合同，你回头找我要1000万的货，我找谁说你去啊？任总，你可想清楚啊，这个可是2000万的大订单啊，你知道吗？够你们公司吃1年时间。不管够我公司吃多少年啊，也不管这个订单金额是多少啊，就你这种人品，在我眼前不过关的啊，我一概不合作。行，你不要后悔啊，我从来不干后悔的事儿。来，把这个钱拿着，知道吧？记住，以后有什么事儿，有什么委屈，直接到我办公室来找我，知道吧？好的，老板，这个钱它不是我的，就是他掉的呀。我知道是他掉的，刚才不是跟你说了吗？你拿着就行，我心里清楚，知道吧？这只当是吧，给你受委屈的一个是吧奖励就行了，补偿，好吧？那老板，那你为了我这位小保安得罪那么大的客户，你觉得值得吗？小保安，你说如果没有你们保安，是不是为公司尽职尽责的，是吧？保卫公司的财产安全和人身安全，是不是？那公司是吧？怎么有安全感在这儿工作呢？是不是？你们的职位也都很重要，知道吧？再不管说啊，他是不是大客户，那我反问你一个问题：你觉得我们公司谁最大？当然是老板你最大了。你错了，我们公司就是你们这些基层员工最大，没有你们这些基层员工，我给谁当老板去啊？是不是这个道理？所以说你一定要记住，在这儿正常好好工作就行啊！不管干什么职位啊，职业是不分高低贵贱的，只有人品才分3、6、9等，知道吧？我们做保安也一定能挺起腰杆，好好做保安，是不是？能得到别人的尊重，懂不懂？知道了。行，在这儿好好工作，好吧？有事儿去找我就行，好吧？好的。行。哎，小丽。今天天气热啊，一会儿我要出门见客户啊，你待会儿呢给我拿个塑料袋子装2瓶矿泉水啊，我一会儿路上喝，好吧？好的。现在就去办啊。好。老板，你是让我准备那2瓶水？你这是啥样啊？这2瓶，你让我用袋子装起来2瓶水啊？不是，我是要喝的水，我是让你拿2瓶矿泉水装在塑料袋子里面，我带出去好喝。你这样我怎么喝呀？用吸管喝呀？我用吸管喝啊！你瞅你这一天天虎头虎脑的啊，成事不足败事有余啊！你自己用吸管喝完吧。哎，你谁呀？你怎么上班时你在玩手机啊？我。钱哪？财务，你过来一下。哎，经理，你1个月多少钱的工资啊？4000是吧？你去拿8000块钱来给他。经理他是，哎，行了，让你去拿就赶紧去。那经理给你，不是给我，是给他。来给你，给我的呀？对呀，你明天不用来上班了啊。好的。老板那边的话，我等一下去跟他说。哎，这刚才怎么回事啊？咱不认识，手上怎么拿那么多钱呀？哎，老板，他是送快递的。送快递的？是的。什么？他是送快递的？你刚刚怎么不早说呀？你有没有问我呀？你们俩还不赶紧去追？小丽，你明天不用来上班了啊？凭什么呀？凭什么？就凭你昨天顶撞我，知不知道啊？我告诉老板去。我告诉你，你告诉谁都没用。我不管，我就要告诉老板。你告诉老板不是试试看。王主管挺能耐的呀啊！老板，你怎么过来了？我要不过来啊，你是不是要把工厂能干活的员工全部开除掉啊？留下来的全是拍你马屁的呀？没有，老板，我跟他正开玩笑呢，是吧？开玩笑啊！你下面也管了几十号员工吧啊，也不止一个员工到我这儿来反馈啊，对你意见都挺大，怨气都挺大的啊！我开厂这么多年，是不是啊？从来也没碰到像你这样的主管。不是，老板，可能是平时吧，他们爱偷懒，我管的比较严格了，他们就对我有意见。爱偷懒啊？哪个爱偷懒？你跟我说说啊！你也别在这儿狡辩了啊！我告诉你，你连自己下面员工自己带的兵关系都搞不好，你有什么资格还坐在这个主管的位置上啊？我告诉你啊，直接下面去当基层员工去，当螺丝去。保洁，臭保洁发工资了啊！发工资不准领，还我给你送过来，你面子多大呀？啊，还拿着，这是你的5000块钱的工资，你拿好了，知不知道？还感谢，就这样感谢，你也挺鸡贼的啊！感谢，不知道表示，还非要说几遍了，听，这100块给我干嘛呀？打发交话子呀？要饭的呀？好，你家一小孩这么高的，那你挺能生的，生几个呀？啊，还生3个，养不起了，那1个就不生，你还生3个啊？养不养得起关我啥事？这个我不跟你说了啊！你这个100块钱啊，你还挺瞧得起我啊！
我告诉你啊，我这现在换季了，我想去换一身行头，好吧？我前天在商场去看到一套衣服，很漂亮的，我这个衣服穿了好几年了，你就跟我赞助一点，我去买一套。我的工资确实发了，但是我舍不得啊！别动，别动，我拿一点儿，这一点儿大概买那套衣服呢，凑合着可以买着啊。然后这个衣服搭上了，鞋子要搭配，对吧？那么我再得买一双鞋子，这个钱肯定就不够了，那再来一点，好吧？别动，来，哎呀，叫啥叫啥呀啊！这个买鞋子应该够了，我看你这个有300-400块钱够了。你看公司包吃包住，对吧？啊，然后我把你介绍过来，风不吹雨不晒的，是不是啊？所以说你这个也挺可以了啊，好好工作啊。等一下，王主管，干嘛呢？哎，老板好，发工资了？是的，我在跟这个大姐发工资了、啊。我看你这手后面是干嘛的呢？啊，这是我的钱，我也发工资了。你的钱呀？是的。你发了多少啊？我这个月我发了19800。19800，这么多呀？是的，这不是老板待遇好嘛？是吧？老板平时还是挺关照你的吧？对的对，老板对我们没话说。是这样啊，我突然想起来个事儿。今天晚上呢，那个隔壁省的那个张总啊，到时候要来咱们这儿。你知道合作10多年了，是不是？我知道。关键呢，最近老板手上比较紧张，是不是啊？他来了，怎么着也得请他吃个饭，是不是这个道理？所以说看能不能挪一点钱呢，请我去吃个饭，老板，是不是？你这么大个老板，你能看得起我们这个小钱吗？是吧？一样啊！我现在不是手上紧张吗？刚才不是跟你说了吗？而且这张总还有一个爱好，是不是？他一般吃完饭就喜欢去唱个歌，是不是？他唱歌肯定还得来一点，是不是？对不对？老板，你真的拿太多了。拿多了一样的嘛，是不是？老板平时也挺照顾你的，是不是？这个就不说了。对了，还有那个张总，他一般的啊，唱完歌之后还有一个爱好，他喜欢按个摩。那你看一下啊，这个应该就差不多了啊。不是老板，你把我的钱都拿没了，我就没钱了。你这没钱了啊？这是你的钱吗？那我在我手上你拿走的呀？那这我手上也是我的钱呀，是不是？那这是以你自己的全职在我手上拿走的吗？那你这个钱到底是你的是谁的啊？我刚才到后面看的都一清二楚啊！6000块钱的工资，保洁一个月辛辛苦苦的啊，为自己创造的这点价值所剩的这点工资啊，被你扣的剩多少了啊？300块钱啊！人家一大家子还怎么生活呀？哎呀，老板，你看他是我带出来，是我老乡，在家里啊养鸡养鸭，一年都挣不到几百块钱，我把他带出来，你看1年12个月，这几百块钱，一年就几千块钱了，这不错了。还你带出来了，你还好意思说这个话啊？既然是老乡来到工厂了，你更应该的是从背后去帮助他、关爱他，而不是在背后打他一枪啊！这就是你所谓的老乡，还你带出来好，还一直说你对他好，你对他好什么呀？我问你，怎么不好了？这是啊，好什么呀？你说呀，你哪里好了啊？这，你看我把他带出来，这有吃有喝的，还每个月还剩一点钱，还有吃有喝，你还在这宁完不宁，答应你人，你不是对他好吗？是吧？来，多了我也不想多说了呢。把他的活来给我干2个月来，你不是对他好吗？不是老板，我是做管理的，你让我做他的活。我告诉你，这个扫把你要接着你就接着啊，你要不接着啊，你可以现在直接收拾东西啊，去财务那儿结完公司跟我走人。那我做多久呀？你做多久？2个月的时间啊！我告诉你啊，他来到这儿本来都是从5湖4海是吧，千里迢迢背井离乡来到咱们工厂是吧，都不容易是不是？自己每天起早贪黑的，一个月也就6000块钱啊！你作为老乡，你就磕了这么多钱，你又没有想过，他到这个年纪了，他也有老人，他家也有子女啊！你想想，他又怎么该生活呢？他有可能这6000块钱是他家唯一的一个经济来源，你有没有想过啊？还你在那儿说怎么着干这个保洁，你还心里不是特别舒服啊？感觉丢女人似的啊？那肯定的，我那还肯定的啊！人重要的是心灵上的美，而不是外表上的咋咋呼呼。职业不分高低贵贱，只有人品才分3、6、9等。人家保洁阿姨怎么了啊？他们每天起早贪黑的，是吧？为大家创造一个良好的办公环境，把大家的办公室是吧，工厂的区域部分是吧，打扫得干干净净，是不是？是值得可敬可佩的啊，而不是你所在的这种肮脏想法，知道吧？我告诉你啊，能干就干，赶紧拿着走啊！不能干的话啊，你直接跟我走人啊！我干。那不好意思啊，大姐啊，你这事儿为什么不早跟我们说呢？你这事儿可以找厂长啊，也可以找我呀，知道吧？办公室就在这一层，是不是？那你先把钱拿着，知道吧？能不能听懂我说话？你再记住啊，你是不是卡还没办呢？我看怎么发的现金呢？没有办卡是吧？你记住啊，厂长人缘也还是不错的，知道吧？有事儿今后第一时间去找厂长或者找我，然后这样呢，我带你到财务那儿去呢，把你卡先办了，是不是刚来没2个月呀？走，先走吧，走。哎，怎么玩手机呢，小李？严总，你来了啊？那个正好我有个事要跟你说一下。什么事儿？就是我打算这2天我就不做了。怎么不干呢？在这干这么长时间也都挺稳定的，这工资差不多每个月基本上都挺稳定，有个1万左右了。是的，我也感觉就是说在这里干了这么长时间的，然后每个月的工资的话也不低。是因为这样的，就是说那个今年我回家不是要结婚嘛？
然后老家的房子呢，到现在还没买，没买房是吧？对，所以感觉个人的一个压力比较大。然后的话，我也想去摆一下地摊儿，因为去年我家亲戚在老家那边摆摊儿的话，我看他都已经买了2套房了。对，这个摆摊儿你要是掌握技巧、熟练好了，确实也能挣得很多。对，所以我也想去学习一下，行动一下是吧？对，跟家里商量好了，自己也决定好了是吧？对，已经商量好了。行，那这2天你还是先正常工作，你这样一会儿下班之后上我办公室来一趟，好吧？好，行，你先别玩了，先工作了啊。好，那个小李刚才在工程听你说，就是确定已经这个事儿定了，想回家跟你朋友去摆摊儿。是的，严总，已经确定了。确定了。你那个朋友他之前摆摊儿，他一直是做什么产品的呀？卖什么的呀？是？他卖的是那个儿童的一个服饰。然后去年的话，像那个5、6月份不是正好地摊经济火爆的时候嘛，也卖了一段时间那个玩具，而且玩具都还是从我们这边拿的货。卖了一段时间从这儿拿的货，对，是吧？卖的怎么样啊？看着还挺好的，好就行啊。主要呢就是了解一下，把你叫过来呢，主要就是问一下，因为跟到我身边呢也都5、6年了，是不是？其实怎么说呢，也不舍得放你走，毕竟也这么多年了。然后另外一个呢，我想说的就是，这个人往高处走，水往低处流，对吧？是这个道理。其实我也不希望你们任何只要有干劲儿、有梦想的人、有上进心的人，我也不希望你们一辈子窝在一个工厂里面，知道吧？这个怎么说呢？打工这个事儿呢，流水线这一块呢，只能说是养家糊口，知道吧？挣不了什么太大的钱，知道吧？所以说呢，有时候也不是说打工不好，有时候打工可能就是说长期的把人的一个思想呢，可能有时候给固化了，知道吧？就没有心情说去考虑到别的一些东西。如果说是吧，自己想去创业或者想去做什么事业，是这一个板块，知道吧？所以基于这个原因呢，所以今天特地就是把你叫过来了，主要就是跟你说一下这个事。因为这段时间呢，公司一直是在招收那个区域经销商、区域总经销商，这个你知道吗？知道是吧？但是你可能不知道，因为这个区域经销商呢是有一个费用，是5999的一个费用，明白吧？然后呢是给到你们呢，他们签区域经销商的这些人呢，给到他们一个工厂的内部出厂底价，叫内部出厂的成本价格，明白吧？这是一大优势，这是最大的一个亮点。第二个呢是可以给到区域经销商的一件代发的政策，可以不用囤货，明白吧？所以减轻他们资金上很大的一个压力，可以让他们去进行小本创业、轻资产去运行这些事情。第三个呢，也是一个最主要的，就是给到你们呢都是一个区域唯一性、区域保护，知道吗？综合这3点呢，就给工厂放到这个政策和福利和扶持是相当大的。所以基本上呢，来工厂这边签完这个做区域经销商的呢，基本上没有说一个没挣到钱的，只不过是挣多挣少而已，知道吧？所以把你今天叫过来呢，因为看你也跟到我身边6、7年了，所以就想问一下你自己的一个想法。我是怎么想的呢？因为我呢也比较喜欢小孩，所以说呢我对这个玩具呢我也比较喜爱，所以这么多年来呢，我也能把这个事业、把这个玩具做到这个程度来，是忠于我的一个喜好和喜爱，明白吧？所以干任何一件事情，不光光说是为了去挣钱，你得对它产生热爱、喜爱，你才能把一件事情做好，做到极致来。你说是这个道理吗？对。所以说我就问一下你，你在工厂这6、7年，就是说在玩具工厂这一块，你现在对这个玩具的一个感想是什么样？就是说我想问一下你这个问题。玩具这一块说实在话，就算去卖的话，肯定也是比较畅销，而且我们做了这么多年，对玩具各方面的一个性能我还是比较了解的。对，是我时常一直说的一句话啊，玩具这个产品啊，它是永远不会过时的一个产业链，知道吧？对。所以说呢，基于这么一个点呢，在工厂之后呢，叫你来办公室呢，我就考虑到了跟你说这个事儿。因为来之前呢，我查了一下你的那个户籍所在地，知道吧？现在还没有被人签这个区域经销商，所以就考虑到呢，让你回家直接去做你当地的这个区域经销商。这个费用呢，跟到我这么多年，这个费用呢就不用你自己出了，好吧？然后把当地的名额呢就直接留给你，你好好在当地去拓展。再加上第4个啊，去了之后会跟你进行一系列的培训，你当地的零售销售模式、批发销售模式、门店销售模式，以及当地的一些区域下一级的经销的销售模式，都会通通的给你讲解到、培训好，保证就是基本上怎么说呢？只要你人不懒的情况下，应该都是可以挣到钱的，知道吧？所以说就看你自己的一个是什么样的一个想法。听严总这么说，
我还是比较感兴趣的，但就是今年加上回去要结婚，主要是还是手上资金这一块吧。我知道你昨天是说结婚来着，是吧？对对，这个事儿是今年就已经要定，是现在回去要结还是怎么着？是？就是今年回去的话，就是要定日子嘛。定日子了是吧？对，定日子，等于已经订婚了。是这样是吧？缺多少？目前的话差个2万多左右吧。差个2万多是吧？对。你准确的跟我多久啊？是？算下来应该有差不多7年了，接近7年了。对。这样啊。我直接给你拿3万了，好吧？那这都不好意思啊。没事呢，这个钱呢也不算你借的，好吧？这个钱呢就算作是你跟了我这6、7年的一个时间，我给你的一个，好吧，份子钱，好吧？也希望就是说接下来的，如果你在当地回到当地你去做你的渠道批发市场的话，好吧？我希望你能把它做好做大，好不好？行，拿着吧，那你先这样，好吧？行。然后明天呢？你去把你工作那边交接一下，交接完了之后呢，明天到公司来跟市场部的负责人，好吧，跟他正式交接一下，确定你当地的区域的一些事情，好吧？好，行，那你先这样，好吧？谢谢。好好干啊，好。